按照刚才我说的话，我再问你们多好，把进去你们那个家里那个上帝的话，我宣告要说的恩典的会来到你家里那里，我祝你们好，就是要说的大世界的进去你们家里，不管是你在哪了，在这上，在你工作的地方那里。为什么他们那个有的人不喜欢有说？我直接回答，他们有种受过失调解。我们来做个证明一下。我就是那个给你们那个讲那个最大的那个证明，有个那个伟大的那个命令呢，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出埃及记第20章第30节的这个国为了他们以色列人的什么话，除了我以为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是第一件事，这个是第一个证明。但要说他有他的那个上帝按照那个那个他们那个有的人要想起他发火了，因为他跟说我也是上帝。我们看过了上一次的课，他是上帝，因为他跟说我与父与羊为一，那有的人都生气了，因为他跟说他也是上帝。第二个大证明呢，出埃及记第20章第8节到第10，当今年安息日守为圣日，6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你的7日是向亚法你神的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不必上主并你整理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那星期六的话就是那个安息日不可以干活，不管是谁，不可以做事儿。那个安息日到了就不可以去。我们来看一下雅五说有没有就说这个有没有动作，这个我们上回答没有，不是大队的人，大伙跟大父亲把他围着来的。我们要看这个安息日的话，我们看一下那个约翰福音，我们要看一下，但那个这个上帝的儿子安息日的话就做事情了，那有的人要想起他，直到抓他，然后把他杀掉了，因为他们有的人受不了了。约翰福音第5章第8节到那个第9节，我们先读一下。要说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穿于第9节呢，就拿起褥子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按照那个刚才那个命令不可以做事情呢，要说让那个男人带过去他的那个褥子呢，自动的话，有的人发火了，有的人跟说他不是来自上帝，因为他们问时候法利赛人多，很多看过了他做什么过圣经。但是你们那里信仰文士和法利赛人呢，没有上帝的话说过了，必须要定，从他们那个文士和那个法利赛人要定他们，如果说有说是现在应该不要杀掉他，因为这个就是那个他们那个犹太的那个坏思想。我希望为了他们那个牧养的那个犹太人会
认真考虑，我们要把强调啊，不是打一个人，不是他对的人那个干活了那个安息日的话，我们看一下那个也是约翰第5章第15节到那个第17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是他传语的，是亚胡书这个就是安息日呀。所以犹太人逼迫亚胡书所以犹太人逼迫亚胡书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儿，那他们犹太人要生气大了嘛？那有说怎么答复他们呢？有说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那在这里，这个上帝到如今做事了，亚法父亲做事，大爷做事，大父亲也是，安息日的话都做事。那这个就是证明呢，要说没有做过了，在那个这个就运教是调节。那我们继续看一下那个上文字，我们再读一遍那个第17节，亚说对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那在这里，他们两多做事那个安息日的话，那你们那里那个就说那个安息日就走错了，你们地着又错了。我们继续为此犹太人越发想要杀害他这个不是要把那个安息日那个打开了，意思就是那个他违反了安息日。我们要看一下那个按照那个天主教的那个按照那个天主教的那个上经呢，罗马的那个天主教的上经呢，约翰福音第5章第18节、第17节。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第18节呢，为此犹太人越发想要杀害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不可以加，不可以减，那不可以把拆开安息日。我相信你们那里听明白了，把那个安息日那个拆开了就是那个大错误，他没有遵守过安息日。那个犹太的第一个错误也是不错误，而且有正天主是自己的父，是自己与天主平等。我们再念一遍，按照那个天主教的那个，意思。这个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减掉。按照那个摩西的话呀，那要说为什么会把那个拆开了？他就是没有遵守过这个。因为他没有遵守过那个安息日，他也跟说了上帝是他的自己的父亲。那意思就是他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上一课的教导就是那个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也是上帝。那有的人发火了，要生气他了，那要说跟人吵架了。我们要继续看那个约翰福音第10章，
我们看过了上帝的话，他们有遵守过那个安息日，然后他更说了那个使自己与天主平等啊。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0章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10章第30节。约翰福音第10章第30节，我与父原为一，我与父原为一。第30节呢，有的人有那70头要大大，那个第二个图片就是那个大和那个上帝原为一，那有的人有那70头要大大。我们看一下那个第38节呢。那个刚才在哪了？约翰福音第3节，父所分别为圣，有再到世间来的大子长是神的儿子，你们还想大说上帝的孩子就是上帝，那要说这样，我若不信服我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信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他们又要拿大去到主他们烧走了。那个犹太人多要生气的，第一个他没有就说过那个安息日，然后他也刚说了他也是上帝，那要说做过什么东西，我们要这个就是那个下一课的教导。为什么？因为他把那个简单那个安息日呀，然后他跟说他也是上帝呀，那他们那个有的人有道理把他杀掉，那有的人都说了他不是来自上帝，因为没有遵守过那个安息日。我们看一下不好意思，刚才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我们要看一下约翰福音，这个就是法利赛人中有的说，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有人说，一个巨人怎能行这样的神迹呢？他们就起了纷争，因为有的那个人说了，他是伟大的一个先知，你法利赛人哪里要杀他说别的？那下一次先定那个就那个先知说，那个先知就是有说，要听先知说。那逻辑个他不是从那个上帝来的，就他们把他杀了他。我们要看一下那个约翰福音19章第7节。我来查一下。那个应该是第7节呢，第十章，约翰福音19章第7节，我们都一块儿那个读一下
我们就到这里就结束了。你们就知道了。杀掉的有说的那个原因呢是什么呢？因为他们有遵守过那个十条诫。我们读这个奉有说的名字，有大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因为神的儿子相当于神。我们要看一下那个诗篇第82章第6节，就是那个你们是上帝，你们都是那个至高的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那他们有的人受不了了，就到这里了。祝你们好，为了有说祝你们好。那大和当和他的爸爸一块儿把剑打那个希律那个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和第8节被违反了。为什么要说这样的造的？那这个要看第26课的教导。为什么他这样子做对那个这个十条诫？因为这样子不行。为什么把那个摩西的律法简单？我们要看到那个据地那里，为什么他把那个简单？他没有把简单那个，他已经找过了，在那个新约上。我们一块儿祈祷，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你，亚法父亲呢，为了你的话，我们那些人听到了你的话，真的有福了，因为他们那个脑子会开了，为了赐给他们那个那个好备注就是看一下你的好处。在那个亚胡书那里，亚胡书做过什么样的那个好处？为什么有这些那个问题？亚法父亲呢，时间到位，让人多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地球上，那个真话是什么？为了他们多知道了，你的真话，为了他们会决定，他们会找你就被拯救的，他们不想找你们俩，就他们要找那个地狱里那里。但是耶迪亚呢，我求你先拯救下，在那里还有其他国家，还有马国人还可以拯救他们，先拯救他们吧。我就是那个求这个，为了拯救人呢，荣耀归给你，亚法爸爸，奉耶和华名字，哈利路亚，阿门。我祝你们好，为了有说保佑你们多，有说祝你们好，再见。